新闻的头一条，这妈妈叫读高中的囡仔起床，读去学校，囡仔无想要去，互叫起床，叫甲起床地，竟然放火烧厝。这件事早起发生伫中华店中，消防员接到通报，赶到现场拍火救人，甲厝主翁仔某救出来。这个厝主的太太，互烟砸着伤送病院。那这个放火烧厝的囡仔，事后嘛家己去投案，详细状况，警察要咧调查。透伫厝门口一直出乌烟，消防人员赶紧救水线拍火。随来消防人员为阳台爬去3楼协助这个厝主的太太为3楼梯窗走出来。内底有人无？内底有人无？二楼，还有2楼。厝主太太被救出来了后，一直话讲内面还有人，加在消防人员的解救之下，成功将厝主甲因太太拢救出来。火烧厝的地点是伫中华店中一间透天厝，初步调查导火原因，敢若是大人叫读国中的囡仔起床读册，囡仔无想要去读册，一个生气伫厝内就放火，犯案了后冒去投案，不过详细原因警方还会调查。加在发现了紧，灾情并不扩大，受伤的赶紧送去病院治疗。2楼，还有2楼。只是当这个厝主的太太为火场互人救出来了后，本身就根本无开啊！第一时间佫真着急加消防队员讲囡仔还伫厝内，即马爱面对囡仔可能是放火烧厝的人，恐惊是无法度接受。